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，讲到这也门反抗军青年运动，为了要报复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，再来搁再去攻击经过红海的希腊货轮。迄当时货轮顶头挂的是南欧国家马耳他的国旗，被去以色列所互因的飞弹击掉。美军表示讲，顶礼拜伫咧阿拉伯海，甲伊朗准备提供予青年运动的军火砸落来。为着这个行动呢，还有2名美国海豹队成员不幸落海失踪。为了支持加沙，也门叛军青年运动过近2个多月，继续攻击甲以色列有关系的船只。当地16一个传出有挂南欧国家马耳他国旗的希腊籍的货船，为越南要去以色列时，在红海南部海峡距离也门沙利夫港西北边76海里的所在，受到青年运动的飞弹攻击。وجاءت عملية الاستهداف بعد رفض طاقم السفينة النداءات التحذيرية منها الرسائل التحذيرية النارية。青年运动讲，船顶载着大量的飞弹，也毋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，货船是空船，虽然互飞弹拍到，也毋过24名船员拢平安，而船体损害范围嘛有限，所以伊愿会当开船，因此继续向目的地行。因为青年运动常常攻击红海货船，美国嘛对此进行新一步的攻击，摧毁青年运动准备发射的4粒反弹弹道飞弹。当时阵嘛宣布，在伊伫索马利亚沿海进行船只机啊检验的时阵，哪查到伊朗要提供予青年运动的武器零件，包括中程弹道飞弹、各反弹巡航飞弹的推进器等等。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出声明表示，这是头一届哪查到提供予青年运动的军事物资。分析认定，青年运动就是用同款的武器来攻击国际船只甲船员，这个船的14名船员嘛受到拘留，会按照国际法来决定因要去对。也毋过因为哪在过程真危险，有美国海豹队的队员顶船的时阵意外跋落海，另外1名队员跳海去救援，目前2个人拢下落不明。而 CNN 报道，青年运动常常伫红海对商船发动攻击，互国际航运受到影响。美国拜登政府考虑重新甲青年运动列做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，各国资产会受到冻结。高雄新闻台是同朋友。